如果先人过世很久了，大概20年了，每年都有做超度的法事，其實是不是還有繼續幫他做的必要？做咗20年其實都 OK 噶啦，因為我哋話就算係打齋咧，打咗咁多次咧，你都係叫做圓滿噶啦。因為一個靈魂嘅話咧，喺呢個空間裏邊咧，唔會逗留太耐。就算啊，你哋唔好幫佢做超度啊，因為我哋呢邊咧都會經常做啲十方超度嘅。我咁樣講啦，輪都輪到佢噶啦。除非咧佢係冇人幫佢做超度啦，跟住咧又有好多嘅牽掛。拉住佢咧，同埋佢亦都係想逗留喺呢個地方唔走咧。咁係有好多嘅原因逗留喺度，佢先會20年唔走嘅。作為一個正常嘅靈魂咧，佢3年之內點都會走噶啦。就是他已經投胎啦。即係你有做超度嘅，跟住有幫佢做一啲施食嘅，咁基本上就冇乜問題，3年之內都會嘅。除非你真係做好多嘢唔夠啦，或者佢嘅思念好大，佢有一樣好強大嘅遺憾冇做嘅，將呢樣嘢佢話我死都唔眼閉呢樣嘢我唔做嘅話咧，咁可能就真係要幫佢達成少少嘅願望啦。